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上卷第22章，以色列甲叙利亚3年久无交战，到第3年，犹大王约沙法落去以色列王遐。以色列王对伊的人臣讲：基列的拿抹是咱的，恁知无？咱若无要采取行动，对叙利亚王的手摕倒来。亚哈对约沙法讲：你要甲我做伙去攻打基列的拿抹无？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讲：我的就是你的，我的人民就是你的人民，我的马就是你的马。约沙法阁对以色列王讲：请你先问上主的意思。以色列王就调集先知大约400人，问因讲：我通去攻打基列的拿抹，还是毋通？因应讲：通去攻打，主要将这个城交伫王的手。约沙法讲：这减无阁有上主的先知，互咱通问。以色列王甲约沙法讲：还有一个人是임拉的囝米该亚，咱通对伊请问上主。毋过我怨恨伊，因为伊对我讲的预言无一项好，只有讲灾祸。约沙法讲：请王毋通安尼讲。以色列王就调一个官员来讲：你赶紧去叫임拉的囝米该亚来。以色列王甲犹大王约沙法伫撒玛利亚城门口的五穀场穿礼服，坐伫因的宝座，所有的先知拢伫因的面前讲预言。基纳的囝西底家做铁的角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要用这个铁角搭叙利亚人，搭甲因拢消灭。所有的先知拢安尼预言讲，通去攻打基列的拿抹一定得胜。上主要将这个城交伫王的手。迄个去叫米该亚的使者甲伊讲：你看，所有的先知拢对王讲好话，请你嘛甲因相款讲好话。米该亚讲：我记永远的上主咒诅，上主对我讲甚物，我就对王讲甚物。米该亚来到王的面前，王问伊讲：米该亚，阮通去攻打基列的拿抹，还是毋通？伊应讲：好啊，做你去攻打，一定会胜利。上主要将这个城交伫王的手。王对伊讲：我着叫你咒诅几遍，你才会奉上主的名对我讲实在话。米该亚讲：我看见以色列众人亲像无牧者的羊，四散伫山里。上主安尼讲：这人无主人，大人通平安倒去因兜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讲：我竟无甲你讲，这人对我讲的预言拢无好话，只有讲灾祸。米该亚继续讲：所以着听上主的话。我看见上主坐伫宝座，天顶的万军徛伫伊的正边倒边。上主讲：什物人要引诱亚哈，互伊去基列的拿抹死伫遐？这个讲安尼，迄个讲安尼。后来有一个神出来，徛伫上主的面前，讲：我去甲伊引诱。上主问伊讲：你要安怎甲引诱？伊应讲：我要出去做白贼的神，互遐个先知讲白贼。上主讲：你甲伊引诱一定会成功，你去照安尼做。
现在上主有互白贼的神入伫你这个先知的喙，上主宣布要讲灾祸互你。今仔日的囝西底家行进前，献米该亚的喙皮讲：上主的神什么时离开我来对你讲话？米该亚讲：你去秘伫密房，迄日就会知。以色列王讲：将米该亚掠起来，交互市长阿文甲王的囝约阿斯。甲因讲，王交代，将这个人关落监，互伊一屑仔饼甲水就好，等候我平安倒来。米该亚讲，你若真正平安倒来，就是上主无托我讲话。佮讲，恁大家就会记得我讲的话。以色列王亚哈甲犹大王约沙法去进攻基列的拿抹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讲：我要改装上战场，你通穿你的王服。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。叙利亚王有吩咐伊32个战车长讲，毋通甲因的士兵也是官长交战，只有甲以色列王交战。战车长看到约沙法就讲：这个一定是以色列王，因就挖起要攻击伊。约沙法就喊救命。战车长一个看到伊毋是以色列王，就越走无过对伊。有一个叙利亚的兵仔开弓，无拍算射入以色列王战甲的甲蛇。王甲赛车的讲：我着重伤，紧洗番头，带我离开战场。迄日交战非常猛烈，有人呼王，互伊徛伫车顶，面向叙利亚人。到黄昏，王就死，血对受伤的空喙流到车底。日要落的时，有声传遍军营，讲：逐个人倒去家己的本城，倒去家己的本地。王死，人将伊带倒去撒玛利亚，因将王安葬伫遐。有人伫撒玛利亚的水池边洗伊的车，枪击嘛伫遐洗身躯，到来钱伊的血，拄照上主所讲的话。亚哈其他的事迹，甲伊的所做，以及伊去做唱艺宫甲城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史。亚哈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伊的囝亚哈谢续接伊做王。以色列王亚哈第4年，亚撒的囝约沙法做犹大王。约沙法继位的时35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25年。伊的老母叫做阿苏巴，是利希的查某囝。约沙法行伊老爸亚撒的路，拢无偏离，做上主看做好的事。毋过山头坛还未废除，人民犹原伫遐献祭烧香。约沙法甲以色列王和平相处。约沙法其他的事迹、伊的成就，以及安怎交战，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。伊的老爸亚撒留落来的乱动，约沙法拢对国内除去。迄时以东无王，约沙法派总督治理。约沙法坐他斯的军队要去俄回运金来，毋过去无成，因为船伫以顺加别失事。亚哈的囝
阿哈谢对约沙法讲：请互我诶部下甲你诶部下坐船做伙去。毋过约沙法毋肯。约沙法转去伊诶列祖遐，甲伊诶列祖安葬伫大卫城。伊诶囝约兰煞接伊做王。犹大王约沙法17年，阿哈诶囝阿哈谢伫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，统治以色列2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诶事，行伊诶老爸甲老母诶路，就是行尼巴诶囝耶罗波安诶路，互以色列人陷落罪。伊甲伊诶老爸共款，服侍敬拜巴力，吉上主以色列诶上帝受气。